各位观众朋友，今日过好无？欢迎收看福起来的，我是阿明姑刘浩明。其实讲起南部的景点，我相信大家人一定会想到讲台南的富山啦，我哋高雄的西子湾啦，还有我哋屏东的垦丁。但是其实屏东有几多文化特色的xã區，平常冇人去留了。佢差不多喺民國1806年的時間，我哋屏東人的文化處設計一啲人到清理屏東的一啲xã區的旅行。佢最希望嘅係講，我哋咧平常嘅我哋咧民眾可以去我哋咧屏東嘅xã區去體驗無窮樣嘅xã區嘅風情。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，佢曾經去參加過我哋清理屏東嘅兩個好朋友。天地，我哋馬上來分享我哋咧客家講師冇有來到嚟現場。主持人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青草旅行嘅齊文呢，我係咧睇屏東縣內埔鄉。聽日係來自我哋金門嘅朋友哦，我哋咧朋友來到嚟現場。大家好，我係來自金門嘅楊粉妞。其實我哋咧朋友係啲好老人啦，嚇，而呢度一上節目嗰屬於前面過後一啲客家話開場。從我哋到我清理屏東，我哋頭一開始有講到講，其實喺我哋咧屏東人嘅文化處啊，嗬，而希望講我哋咧台灣嘅朋友可以除咗喺我哋國泰嘅景點以外，而哋嘛可以喺我哋屏東嗰度。個有文化特色的一個xã區，其實喺一個訪問開始以前吼，我想要講，第一擺嘅清理屏東啊吼，我自己本身係設計一個旅行嘅一個主持人之一啦哈。可是今日我要用一種主持人嘅看法來問我哋嘅朋友講，佢當初我哋係用嚟去設計我哋嘅清理屏東哈，然後一定。這個係老了以後，一定有乜嘅想法，一定看到乜嘅東西，係要同他人嚟做分享。可是我睇到啦，從他人嚟介紹講，其實我哋清理屏東路講，我哋希望其實我哋咧xã區地方有幾多冇咁樣特色嘅東西啊，有幾種冇咁樣好搞嘅東西，但是亦都可能同我哋一般會去嘅睇景點係冇咁樣嘅，譬如講墾丁啊嗰度，他人都會去，但是其實我哋有幾多嘅地方。好，譬如講第一下人可能會講嘅，我哋有去我哋會做夜間啦，好，冇得講我哋有啲地方東西幾好食，但是我哋一般嘅民眾唔點樣會去啊，好，還有聽伊講，我哋xã區嘅民眾唔知一定有乜嘅特色，嗰時我哋才會開始設計有嘅清理屏東有嘅一個行程，嗰種費用咯，唔知㗎差唔多去參加一個清理屏東1-2擺啊。其實蠻多次的，其實也數不太清楚。不過因為清理屏東已經辦了3年了，對啊，所以它其實包含很多的旅遊的類型，像說有歷史文化的，然後也有美食的，然後也有類似說去生態導覽的啊，然後日式碉堡的。那其實我覺得。對我來說，我覺得最有趣的就是日式碉堡這一個旅程，這樣。可是你這個講，你已經參加過幾多擺啦，吼，又唔係我這個話我這個說的啦，因為幾多人都講，伊報名報唔到，因為我哋咧清理屏東，我哋係秒殺團，因為等於講，我一公布出去，吼，馬上報名嘅人都已經滿咧。我哋有一擺真係過期沒有，我哋嘛在做記者會，9點開始，苗路巷報名，我哋記得同時在做記者會。但是我哋記者會唔見做下，我哋咧差唔多有10條線，都有6條全部滿咧。嗰時我等於講，嗰時間很勇嘅去開始去報名嘅咯。一開始是有朋友在規劃，然後他們會先透露說啊，有這樣的旅程這樣子。然後其實也有告訴我們報名時間，然後我就會先看一下，就是其實還沒有開始報名之前，就要先看一下說你有哪些行程是你時間上可以配合的，然後我就先挑我可以配合的就先報名了。然後接下來第2年、第3年，其實它的時間都是在12月到1月，那在那段時間我們就會特別注意，就要先想好要報什麼團這樣。嗰時候幾時間係咪真實規劃報名啊？其實真的蠻難報的，因為其實蠻多家長他們會喜歡帶小朋友去參加，所以光是家長他們就會也是會搶着要去報名這個旅程。其實一團事情吼，都真係都從我哋啲朋友講嘅樣嘅，因為我哋啲團吼，大部分都帶細人嚟去，會帶我哋啲朋友啊去體驗我哋xã區冇咁樣嘅東西，譬如講我哋會去看歌啦，吼，一種千古啦，一種安尼一種事情。其實安尼嘅
法通啊吼，平常啊，伊对小家庭可以做绝对做唔得。可是我哋有一个固定的咧，我哋咧有亲子的，譬如讲妈妈带阵生意呢，然后伊哋平常会有联络。可是伊哋一直又开始开拓呢，伊哋马上哦，我睇下你会互相去报名哦。譬如讲你占呀哟，我伊占嘅哟，然后可是我哋常常也群人啊，都常常会听到我哋奈路去了，吼，你一天天的3年，嘅生意呢，吼对万世看到睇，从不如每一年都会来。或者就像红玉同多人讲嘅话。从俺的要不要谈的吧，其实有几多黑俺的亲子是适合的一种活动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它蛮多旅程，其实像生态导览啊，就会有老师，然后他们去解说生态，其实对孩子来说，其实也是一个学习。然后它也有历史的形成，那也会讲说我们屏东在地的一些文化跟历史。那我觉得这些都蛮适合小朋友的。然后再来就是 DIY， 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动手做啦。那因为有加上 DIY， 其实孩子也不会无聊。咁從這個嚟講嘅話，從頭都講我哋咧親子屏東地方有安多嘅設計嘛，嗬。咁唔知講咯，你這個最有印象係哪一團啊？其實我最有印象的應該是日式碉堡那個路線，因為本身自己是金門人啊，所以我對於戰地遺跡啊、歷史文化其實是非常有感興趣的。那再加上其實他有老師帶我們一起去尋訪這個碉堡。那老師就是一路從一些我們平常比較不會看到的，像說他其實在路邊，但我們就是走過去也不會去注意到他，但是老師就會慢慢的帶我們去找那些遺跡，然後解釋，然後像說這個啊就是我們上次拿到的那個伴手禮，那其實我們在嘉東那個地方其實以前是一個機場，對啊，所以很多碉堡也是屬於防空型的碉堡。然後再加上這個小朋友也很開心，就是拿了這個然後跟碉堡拍照，對，然後而且有些碉堡它其實藏得非常的深，像說在一個山的山背，其實沒有老師帶我們，其實自己找也找不到，對，然後有點像是在尋寶一樣的。嗰個其實睇金門人哋提供金門一直在推廣啊，講人哋金門嘅產地嘅風光，但是我哋其實我聽我哋台灣嘅本島，我哋屏東啦，聽我哋高雄。其實話要留下來軌道嘅人，聽一擺世界大戰，其實留下來一啲二戰嘅遺跡啦，嚇。嗰種從你幾條線看到都，我哋當初去設計嘅時候都提講，其實聽到人哋屏東平原地方嗬，有軌道安尼我哋二戰日本人留下來嘅嗰種碉堡啦。但是其實我哋當初喺設計入去旅行嘅時間，我哋幾擔心講，萬一我來看下你地方咯，呢個東西都有啲喺山腳拉下呢，有啲喺嗰種山邊都從頭到我哋朋友講嘅，有啲根本尋唔到。結果報名嘅時候，我哋真係有嚇到，因為有幾多人對我哋二戰嘅歷史有幾好嘅人，伊哋馬上嚟報名。咁伊哋同我哋講，伊哋其實有睇過嘅東西，有看過嘅相片，但是伊哋唔知點來。尤其係我哋最尾嘅去到伊哋純義嘅自費所時間，個地方啊，即係伊探看過200，唔知點來，200都冇看到。最尾把我哋聽欣賞過，伊可能是人都聽係腳大下。可是個地方咁平常時，基本上唔去，因為其實路聽下的呢，原住民的人的地方，一般人嘛認唔得。可是幾百嘅行程其實對幾多幾好歷史嘅人來講，伊能講幾出達，因為伊能平常根本冇辦法去。咁像下的呢，萬年咯，唔知個嘛去過安多擺，對你來講，親子屏東地方有印象嘅旅行係哪一團啊？有印象嘅旅行係劉凡嘅欣賞等來等去恆春半島，也是行程。咁因為上來等喺屏東，大家人講哦，屏東路等於肯定啊，但係其實從來等一片都肯定還要點半種。透過也發通啊，等都可以去認識恆春半島嘅歷史啊。咁而係等來等去摘茶、講轎茶，還有。去如當然等看有啲會書的啊，還是濕筆啊，係個奇妙啊。嗰種同唔知個有講到講啊，等咧劉凡嘅欣賞，有單人去看下等那個恆春半島，其實有啲斯卡羅族啦，但是斯卡羅族平常啊，等睇個文獻地方能有看到，基本都唔提講有真實喺啲田內，但是基本啊等咧劉凡嘅欣賞，有單啊等直接都講，你可能喺前面嘅山頭。佢多多唔去嚟講，有單啊等去摘茶係咪？
佢摘茶迄种样嘅情形，係咪同我哋咧觀眾朋友紹介一下？伊個路係有沙琪嘅欣賞，等下等去認識沙琪，甲愈多茶園去種茶，甲伊愈往我哋先講一心二葉嘅茶型，甲唔雜誒，愈全部是集中在一起之後，就隔壁有個100年的茶店，那就到那個茶廠去把它揉成茶。嗰種其實有去買嘅100年茶廠做出來嘅嗰種茶型係咪？係啊。嗰種用嘅味道啊，係咪同我哋啲觀眾朋友紹介一下？因為頭都有講到講，一般來講我哋啲茶型嘅茶葉，大部分都喺我哋啲果山嘅地方。但是我記得嗰地方其實唔係講過果山嘅嗬。伊個茶適合落去有時夫婦，睇下會回甘，甲伊個奶泡可以泡幾多擺。可能平常的茶型係等可能泡3-4擺，伊可以泡6擺、8擺安尼。嗰時伊也要味道都同其他茶型都冇同樣啦，伊可能冇一啲按樣嘅味道，但是伊可能個苦，但是伊也要後韻歸藏。其實我哋咧沙琪嘅旅行唔單止講係去國泰嘅景點，其實我哋咧沙琪地方有幾多貴重嘅地方，希望我哋去留了。休息一下哦，等下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哦。歡迎過來，福起來！上一堂嘅節目，我哋兩位來賓同我哋講一啲清理屏東地方有乜嘅發現。其實頭都唔能兩啥講嘅主題啊，嗬，係我哋當初在想嘅時係用一種主題嘅旅行嘅方法來設計嘅。好，譬如講頭都我哋朋友講嘅我哋二戰嘅碉堡嘅東西，還有頭都講嘅我哋流放嘅現場帶我哋去恆春半島。但是其實我哋當初在設計嘅時候，都發現到講，如果度嘅沙琪啊，伊本身獨立拿出來，冇辦法去留了，冇辦法可能去留一擺。我都講，伊有沙琪嘅特色，冇辦法講伊即個用他嘅年看去留一年。可是幾時間我哋如果有另外嘅方法，都講，我哋係咪擺可以去調控下？像我哋有一條係我哋屏東北部嘅旅行，伊哋路我哋都講從頭食到尾啦。好，我哋對開始屏東都開始食，好多食咧我哋啲新味，我哋會用我哋啲椰漿花嘅嗰種水餃啦，吼，喺度喺度我哋下一站咯，我哋去那樣，我哋去我哋咧我哋啲果樹，好有時啲五味做嘅米奇莫，好最慢我哋會用我哋原住民嘅部落馬兒社區，好，伊嗰邊去沙間嘅，嗰種幾條線都用一種串聯嘅方法，把我哋無共樣嘅沙琪嚟串聯起來。咁我記得一條線嘛，有參加過也嘅一種路線。咁唔知講咯，唔知講對於啲你參加過主題，嚇，或參加過人哋用串聯嘅嗰種沙琪嘅嗰種旅行嘅人來講，從朋友唔知講因為講我哋咧沙琪本身去接太多，我哋咧人客嘅時間有準備好冇？據我的觀察，我覺得，第一個我覺得他們還是非常的熱情。就是不管怎樣，我們一到，他們就非常的熱情，因為可能也平常很少有旅客去他們的社區，對，然後再加上可能像說你說吃吃喝喝嘛，然後大部分都是一些他們在地的吃的東西，可是他們常常會說，哦，我們這些東西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啊，也沒有多重要，但是對我們來說，其實我們平常也沒有吃過，對我們來說，我們會跟他們說，其實這些東西其實蠻特別的，是很有特色的，是要保留下來的。對，所以他們也需要我們的回饋啦。譬如講，唔頭都有講到講，我哋有多東西，如我哋以前食過嘅東西，冇乜嘅特別啲啊，你係咪有乜嘅理嚟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講過？係乜嘅東西？你即個因為講，你即個感覺到幾特別啊？但是其實係沙琪嘅人，因為有冇乜特別啊？像說有一次我們去赤山社區，那赤山社區其實我們是去先吃他們的風味餐，然後也有參加他們的手工 DIY， 然後其中就有一個叫做歐抽粿，那個東西其實有點像是狗屎，他們俗名叫做狗屎糕這樣子，對，然後讓我們親自去搓，然後口感其實也蠻特別的，可是他們就會說啊，拿這種東西給你們吃啊，
感觉好像我们小时候吃的东西没什么特色这样子。可是大部分去的人，其实大部分都没有吃过，而且也很有趣，就是一边亲手做，然后最后吃到自己的成品。对，然后可那一天很有趣的是，我们那天其实有比较多的时间，然后我们就去走一走，有发现说，其实他们社区是有武举人跟玫瑰的，但是他们就会觉得说，那个就是一直在那边啊，也没有什么啊。对，然后我们是希望说他们可以告诉我们这方面的历史故事跟典故啦。对，那第一次他们可能还没办法做准备，那第二次去的时候，他们就派了一个高中生来，然后那个高中生真的也是讲得很好，然后大家也是听得津津有味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最后他们就会发现说，哦，原来我们的社区是有这些这么宝贵的历史文化在，对，然后他们就会想要去保存跟珍惜这样。其实我哋咧逢育啊，頭講到伊啲兩個重點，你常常我哋喺做我哋沙期旅行嘅時間，我哋會發現到講，其實我哋沙期嘅民眾嚇，我認為講我哋以前啊，佢習慣嘅東西，冇乜嘅創意話拿唔出來。其實同佢講嘅烏蘇粿，而係用一種我哋講番薯粉，佢番薯粉一削纖以後，佢磨粉哦，唔係我哋原來嘅番薯粉，我哋磨粉，因為做出來完全冇同樣。但係人哋加工以後呢？然後加無糖，好，然後去踩以後一整好了去食啦，吼，它跟你上嘛地，如果你糊啊，然後又綁個長啦，嗰時都變成真係像頭先我哋朋友講，都嗰種我哋咧舊使用嘅，但是伊個味道真係幾好，而且我哋當場做，當場整好以後，伊個味道是真係有一些酸酸，有一些甜甜，伊講又冇乜嘅樣，我哋萬事亂嚟食啦，但是對我哋外面嘅人來講，係真係幾特別。然後聽伊講，其實伊喺沙期地方有一個最重要嘅玫瑰，我哋常常會同文葵嘛，也係考試會得到嘅一種功名。但是玫瑰呢，喺我哋咧其實清朝政府辦理嘅，嚇，嗰種一定咧村莊地方都有按嘅按好嘅啲歷史文化，但是伊哋冇因為講。我萬事都有啊，呢啲東西都本來提嘅啊，人哋有乜嘅了不起呢？其實鬼了不起，因為對我哋外面人來講嘅話，伊真係完全我哋唔知嘅東西。咁其實吼，我哋當初喺設計入嘅旅行場嘅時陣吼，除咗頭先我哋講，我哋把無腔嘅沙期去傳腔下以外，我哋咪另外嘅做法都講，我哋用嚟把他講已經高嘅軌道邊嘅地方，上出啲無腔嘅地方。我記得朋友唔知係有參加過我哋有啲1940年嘅日常，好，那邊先同我哋啲觀眾朋友紹介講，幾百1940年嘅日常，嘅旅行地方對你來講最有印象係乜嘢？那一次剛好是就是我們在屏東市，然後是漁夫老師帶我們去參觀那個屏東夜市。那其實因為我自己也在屏東讀書，讀蠻久，讀了6年，然後對我想到屏東夜市應該是非常熟悉啊。可是老師帶我們去吃的東西，我以前在讀書的時候都沒有吃過。對，然後其中有一個手工菜，那個是非常難有機會去吃到的，就算你自己去也不一定會吃得到。對，其中就有一個叫做桂花，那個是非常耗功夫的菜這樣。其實伊頭都講嘅1940年嘅日常，喺我哋喺上我講，像屏東市安嘅地方，嗰種我哋搞過按到邊嘅，我哋按樣嘅同人講，唔使嚟屏東嚟搞。尤其係講嗰種有愛去我哋看我哋嘅古蹟，譬如講我哋嘅武德殿，同我哋嘅舊嘅演裝嘅公館，嚇，還有我哋嘅泰神嘅我哋嘅太佛利沙，咁我哋用嘅擺嘅東西傳承下。其實我哋都想講，其實你看，有啲全部喺我哋日本時代、末代，嚇我哋差唔多功夫嘅時節嘅事情。咁我哋係咪可以同雙方講講，嘅時節嘅1940年嘅人，伊喺啲哪？而喺哪了最重要嘅，伊哋生物嘅。為到伊哋生物嘅一件事情，我哋想去解決，結果我哋聽我哋呢屏東嘅夜市嘅地方，簽到一間60年以上嘅老店，嘅時節一定都可以。嗰時我哋都冇人講，但係你即個做菜係乜嘅呀？結果伊做到喺我哋嘅時節最有名嘅阿蝦菜，阿蝦菜都講我哋嗰有錢嘅人食得菜，客家其實有一句話講按照阿沙菜，我哋阿沙公子嘛，一定睇得做龍鳳腿，聽伊都講八米蟹，
玉米下，好多我哋咧朋友講嘅都係土菜。其實野菜地方吼，伊講嘅規劃嘅部分係以上面用嘅我哋咧蛋汁，透過嘅我哋咧料酒，吼，安尼伊醃下嘢時節，睇油香會變成一啲像規劃樣嘅東西，油貼標上去。嗰時節睇嗰時節嘅人台地方，有啲東西哦，過有錢嘅人能食得到。還有一點我哋從頭會講嘅五柳雞，我哋講我哋五柳枝，好，用我哋人家嘅糖醋。但是嗰時節人台地方，哦，過有錢嘅人能食得到。嗰種像幾擺嘅盤作地方啊，其實我哋嘛花嗰度精神一直討論講，我哋多大本能是乜嘅東西。嗰時我哋發現到講，其實食得嘅菜係沒有想到講，原來1940年的人都係食安尼嘅菜啊。就是會覺得說，哦，原來就是以前在那個年代，就是我們那時候也沒有想到說啊，老師帶的路線是原來是有點像說時光倒流一樣，帶我們到那個年代去走那個年代的路線啊，然後吃的那個菜，對，那其實大部分的我連我都沒有吃過，然後雖然說可能對現在人來說，現在很多很精緻的菜肴啦，但是可能對我們現在人來說，以前那個菜肴是有一種懷舊的風味，然後它又是非常精緻的。咁然之後頭都已經有講，譬如講有兩條路線吼，你都已經有參加過嘅。唔係看到講，其實我哋咧民眾啊，吼，其實對我哋對呢個沙期對冇信心變成有信心，提講因為人來了，嗰時我哋提講，我哋咧沙期真係鐵石挺難。咁從這個人來講嘅話，唔係咪有乜嘅感想講，跟住講。我幫我哋沙期嘅民眾嘅話，有乜嘅建議要俾人呢？我覺得民眾在參與這個社區小旅行的時候，我覺得就不要抱着太可能因為這個路線要有什麼什麼。其實我們每次參加這個路線都有蠻多的驚喜的。那對社區的民眾來說，他們就是我覺得他們也會去珍惜他們社區的一些資源，對，然後。因為大家會給他們很多的回饋，像說剛才我們有講說，他們覺得啊這個不重要啊，這個沒有什麼啊，可是，一旦人進去了之後，發現這是非常值得保存的，然後這些資源是很寶貴的，然後社區的人慢慢的，他們也會去珍惜他們的社區資源，這樣。你就有記到講，我哋有一班我哋睇嘅地方，有一班看到同樣的媽媽。好，我哋睇翻喺里德社區嘅時間，好，聽翻我哋喺溯溪嘅時間，對，你哋乜嘅經驗嘛？那一次，因為我們有去里德社區去2次，那第一次呢，這個媽媽呢，就是幫我們煮風味餐，然後她有特別出來介紹說啊，有哪些佳肴啊料理這樣子。可是在第2次我們再到里德社區的時候，其實我們是要去溯溪，然後中途會有一些導覽，這個媽媽又出現了，然後我們就說，我們好像很熟悉對，然後他就說對啊，他上次有幫我們煮風味餐，然後這個經驗讓我覺得說哇，就是其實那個媽媽可能一開始對這些導覽，因為那個導覽其實是蠻專業的，對這些導覽其實是可能是不了解的，可是他為了社區，他可以去學習，然後他可以勇敢出來帶，所以這就是我覺得給社區的人民一個我覺得一個向心力啦，他覺得這個社區很重要，他願意去學習，然後願意去帶着民眾去導覽。然後介紹他們的社區。嗰個對於我哋沙期嘅民眾來講嘅話，其實這個真係唔是擔心，因為我哋呢朋友有同人講嘅，其實你哋沙期改進，你哋努力，他個人都看得到。休息一下哦，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。翻過來，復起來，上來節目我哋來賓朋友同人哋分享一起參加千里屏東嘅心得。嗰種運呢，唔知個係我哋客家嘅代表啦嗬，唔係去講我哋嘅千里屏東安度嘅旅行，我想要詢問一下喎，從唔知個參加安尼旅行以後啊，唔會想講睇我哋綠隊派啲安尼沙期嘅小旅行，嗰種以為話能用嚟設計嘅路線啊？參加安多條路線啊。後來回想我哋客家走，其實我感覺
改快来计划一条路线，全部来行我哋合作。像我哋女仆嘅可能大家路地宫、天后宫啊，有昌黎祠，但係佢記得人去也一點廟嘅話，會改無聊。咁如果想講，咁來到我哋一片嘅話，可以再做埋事情啊。因為吼，其實是吼，我哋會發現到講，我哋當初有想愛設計我哋一啲客家嘅客莊嘅洗禮行，但是我哋其實發現講，哦，客莊嘅洗禮行哦，真是唔多適合年輕人去參加，因為我也睇到講，真係像我哋咧萬人講，我講，我哋可能都廟，吼，我哋咧某個媽祖廟啦，吼昌黎祠啦，無論去羅界啦，吼，係咧。其實對於我哋來講，嗰種都冇乜好搞嘅地方嘅。無論我哋去參加嘅景點嘛，吼，你看同我哋早期，我哋六對客家人，我哋咧戰爭有關係，吼，比如講我哋去忠義亭啊，吼，無論我哋去乜嘅文筆亭啊呢，嗰種呢，跟到人推國古老一些，我發現到其實嗰種我哋見到推啲客家嘅六對嘅嗰種旅行來講嘅話，咁我哋係咪一啲啲來講，我哋嘅客家六對嘅旅行？有乜個東西可以 DIY 嘅冇？像我哋之前有睇推廣做檳榔山，咁做乜做檳榔山哦？其實因為像我哋咧六隊嘅昨天啊、萬滿女僕、魯中嗰度牆誒，咁牆誒一跌下來時，嘅就係啲檳榔殼，你可以去做檳榔山。我哋像以前阿婆啊，如果拿來用嘅山呢，啊講山嚟拍打拍，時古賣打賣，山嚟跌下，時古打時結。咁一定嘅時間拿檳榔殼去煎檳榔山，如果簡單嘅山呢，你從我哋可能用蒲誒可以做嘅水漂嘛。那我哋後來都同藝術家去合作，同嘅。用一種疊鼓巴特嘅方法啦，係嘛？我記得嗰時人哋係咁嚟做嘅。嗰種亦係一種 DIY 嘅行程，係嘛？嚇，剛剛你上個講我哋而家有一啲 DIY 行程嘅，係嘛？加室內，因為佢像我哋六隊嘅話，有乜個東西喺室內部係最特別嘅呀？其實我個好識辦嘅，如棉花板，咁我米奇莫。其實像我哋睇家東嗰片啊，而家棉花板係有海米嘅棉花板，像棉花板的話，一般都會兩片豬肉啊，後來又加油蔥酥。但係做對加凍雞片的話，一定要加魚肉，係加肉鹽，嗰啲片安尼。嗰時等於講啊，六隊嘅棉花板其實米狀都冇咁好米湯嘅嗬。嗰時等於講啊，係咪都可以用一啲用色來串聯啊？一條六隊嘅嗰種景點，譬如講啊，或者天做路上一些種田的啦，然後你再講頭講嘅我哋咧我哋檳榔山嘅 DIY 啦，然後下晝一些家動嘅啦，然後後來但有啲地方啊，有乜個東西係可以我哋因為可以留料，但是又我哋人強人過好呀。而家我哋六隊有乜個新嘅產業冇？像我哋之前啊，我哋有辦過一啲活動，很多好神列車。早期啊，人家咪講要盡其自治嘛，有下公司嘅紙啊，唔可以折下，唔可以隨便挑下，一定要拿來燒。咁一定嘅時間都拿去嘅禁制品燒下。那更加嗰度地方還有保存嘅呀禁制品，咁我哋都帶嘅小朋友，咁我都係大學生，一定如果考試嘅，亦都帶一定講好神列車，都去拜訪嗰度嘅禁制品。啊，推定講有嘅禁制品對客人有乜歷史典故安尼啦。其實一條路線嘛幾好啊，因為對考試嘅人啊，考試嘅人啊，考公職嘅人啊，我都是講嗱來報一條路線哦。我等到每一啲文工團都同拜過，相信吼考試吼一定會考幾好啦吼。當然，因為都用主題嘅方法來串聯啊，等呢一種我哋六隊客家沙旗嘛，咁從頭到我哋要嘛講過，其實我哋要嗰度嘅沙旗本身都有特產，咁而家六隊有乜嘅特產，我哋嘅沙旗嘅特產啊，無論我哋新嘅產物，可以俾我哋聽我哋嘅旅行地步嘛。而家翻六隊嘅品種嗰度嘅可，你
可以可可的 DIY， 其实更加巧克力嘛更有名，所以迄来绿队的花都可以来体验个可可。嗰种嘢意思就讲，其实我哋今日绿队嘅产业地位，譬如讲我哋嘅可可来做起是咖啡啦吼，可以不用听我哋旅行地位，尤其我哋嘅可可其实也今年有得过奖。好都变成我哋南部绿队嘅客家人，除我哋以前头都唔讲嘅，我哋嘅墙嘅以外，吼，其实墙嘅因为政府冇鼓励，嗰种我哋慢慢嘅，希望头听我哋墙嘅底下可以种以前种咖啡，然后种可可，吼，喺度做成巧克力。嘛希望讲，客家人来嘅时间，唔係講我哋綠隊客家好路好嚴肅啦。咁從唔係金門咯，咁嗰種講唔係金門，我建議人講，唔係金門縣政府。我係唔定去設計嘅沙期嘅旅行嘅話，唔知佢會用嚟設計嘅金門嘅沙期嘅旅行啊？其實金門本來就是一個觀光地，對，不管是很多的古蹟啊、戰地啊，或是生態，其實金門縣政府其實也都做得很好，但是在社區這方面其實是真的比較缺乏的。那如果是我的話，我會覺得說，那個有志青年啊，他如果想要對社區要有想發展這樣的小旅行的話，其實最重要是要對社區的理解啦。你要對自己的社區夠了解。所以如果是我的話，像我是住在金門的西北角一個村莊叫做湖下。那其實我們村莊其實以前我也會覺得說沒有什麼特別的，但是我後來參加了這個小旅行之後，我就覺得說哇，我們社區其實也資源蠻豐富的，對，因為我們湖下就是在一個湖的下面，那個現在名字叫慈湖，但它在慈湖的下面，它離慈湖很近，所以我們靠海，有很多的海洋資源啊，然後潮汐，然後冬天的時候就會有候鳥到我們的金門來，所以也是賞鳥人士非常喜歡的一個聖地。那我們金門也蠻多像說以前的歷史人物的故事，像我們湖下就有一個將軍的故居，但是其實我們村莊人都覺得那就是一個很漂亮的房子在那邊，然後你問當地人說這個將軍是誰，其實大家也講不太出來，就是沒有特別去理解或者去了解這個楊華將軍這個故居。對，我覺得這個也可以發展出它的一個故事，然後把它包裝起來，然後變成我們的村莊的特色這樣子。那以前我們也會種高粱，對，那高粱其實除了金門最有名的高粱酒之外啊，像我們家裡的婆婆媽媽嬸嬸們啊，他們都會把高粱就是拿來做掃把。那其實現在很少人在做了，那可能是嬸嬸偶爾想到他們會做，可是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，這個應該要把它保留下來。因為像我們年輕一代其實都不會做了，那嬸嬸婆婆他們都還有在做，那這個也可以讓外地人，因為他們沒有看過高粱掃把，那他們也可以親自，其實沒有很難，它是一些小工具就可以讓綁起來，然後做成高粱掃把，他們也可以去體驗看看。對，嗰種朋友頭都講了話，其實講我哋以前嘅地方嘅產業吧，可以幫佢再去復興翻來啦，像頭都係講我哋喺一啲海邊嘅漁村，其實我哋一擺睇設計我哋嘅清理屏東嘅時節，其實我哋有考慮到山上一條線，海邊一條線，唔知大家以為有記得冇？像晚年唔知佢有參加過漁業間嘛，還有看過係咪？我喺參加枋寮嘅新娘早期嘅龍蛋殺班。佢係點樣嘅行程？可唔可以同我哋嘅觀眾朋友同我哋紹介一下？因為枋寮嘅新娘早期啊，伊係體育龍蛋師班，後來經伊哋我哋嘅行程路係等我哋去吳文嘅，看伊點樣嚟去了解龍蛋師班，加還有去體驗講到個吳文嘅地步去了吳嘅感覺很用嘅。後來下注嘅話，我哋當中我哋實際路喺龍蛋，我哋最好先看到了一個雜龍蛋師班聽我哋網紅做嘅火鍋啊呢。後來還有早期嘅嗰度產業嘛，同龍蛋師班有關係，像面膜啦，後來魚鱗凍啊，講可以補充膠原蛋白。後來還有魚肉，
本带过去可以煮汤啊、煮火锅安尼。后来给行上真是婆婆妈妈秒杀的，去买东西买清香安尼，还有还记得啊，等个下厨还有做个鱼盐，用这个去米等于这个去弄盐版的，这种感觉去做鱼盐。我记得个行上地方朋友个朋友嘛有参加，好冇？因都会参加喏。因为我第一年有去参加这个巡旅屏东，然后我都会把一些心得啊、经验还有照片分享在网络上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就说哇这么好玩的旅程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说？然后在第2年的时候我就赶快说好了，快报名了，你们要赶快上网报名哦。然后他们这次也是就是参加这次的那个龙胆石斑的旅程，然后说哇也太有趣了吧，而且我们那个旅程真的是吃得非常好，对。其实头先我哋咧班呢有讲到一个重要的地方，拢讲，我哋早晨那位鱼都听我哋咧做好。一般我哋咧清理屏东有一个重要的特色，就讲我哋除了带人去我哋沙溪地方去，但是我哋把所有东西如果留在沙溪，做嘛我哋讲到第一，我哋一天喺沙溪嘅地方吃饭，我哋唔可以外面请传堂。我哋爱吃的话，一定得沙溪看有做风味餐的么？我都讲有做么野姜花味水饺，我哋可以香肠包，好，下做都是嘅。我哋会希望讲沙溪可以准备好，开始去接我哋嘅旅行，我哋嘅旅行团，我哋嘅旅客，嗰種讓我哋沙溪嘅話唔可以走低嘅。第二都講，我哋希望講，我哋下一擺花錢全部喺沙溪地方，包括講我哋一擺其實會有我哋嘅伴手禮，吼，之前我哋差唔多前2擺時間，我哋都會有伴手禮。呢個伴手禮絕對係我哋沙溪地方嘅產品。像呢個伴手禮地方，你有乜個有印象嘅冇？反正有，還記得乜個伴手禮很有印象嘅冇？哦，有條嘅，我哋去滿族嘅迄一等，因為一等嘅朋友種有條嘅，迄那種小種的，就是比較小顆的黑豆，假如本米等於長假如一竿有條嘅，咁分享咯。我剛才有講到說這個2戰碉堡的伴手禮，那其實我覺得最有趣的伴手禮其實是自己親手做。那像說赤山社區他們的鳳梨豆醬，他們就是我們先做完 DIY 之後，你做的東西就是你的伴手禮，我覺得這個很有趣，這個不管是小孩他們也會很喜歡，那大人也會很喜歡的。或者其實唔單止係我哋屏東嘅沙溪，我相信台灣嘅嗰度沙溪嘛係貴價，希望觀眾朋友遊客去留了。今日我哋感謝兩位來到我哋嘅現場，同我哋分享我哋清理屏東地方發生安神奇嘅事情。多謝主持人，多謝大家。觀眾朋友休息一下哦，大家停下啲先落嚟，運通哦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永璇，又到學校運動嘅時間嚟哦。今日先生愛教用民族舞嘅做運動，請準備2條民族舞嘅，準備好嘅嗎？準備好嘅，同我哋同學做運動嘅哦。今日愛請跪下來，變情節都可以變運動，好2個民族舞嘅。用嘅天嚟下，用嘅書包裝，用嘅民族舞嘅項，好，我哋嚟做前面後背，前面後背，注意哦，唔睇啲前面嘅時間嘅背，係用嘅脊椎，我嚟做一個延展，就後背，前面後背。打口來，合胸來，打口來，合胸來。前面後背，
唔會感覺嘅背囊，好做眼唇繩，再打開來。好，揾動作嘅哦，畫眼鏡呢，平常時每天嚟都可以做畫眼鏡嘅動作，好訓練嘅手臂。弯片，两片一下，前面后背，打開來，合控來。畫眼鏡呢，盡量畫太陽那些。彎片，兩隻手通下。更加按下來放起來，慢慢地放起來。好，長嘅腳，人嘅咪足部嘅放。好，邊前腳就可以邊運動嘅哦。來訓練嘅大腿內側肌。好，低落背，伸出去，縮骨來，縮可以伸喺牙腰嘅一片，伸出去，縮骨來。唔會感覺一片大腿也太落鼻一片會個軟，訓練嘅大腿內側肌。慢慢地彎片。伸出去的時間較個容易，豎放落的時間會用到嘅大腿內側肌，夾緊。慢慢地喺前面行，一樣行4步，喺後背行1、2、3、4，前面行，後背行。準備玩動作嘅哦，更加用嘅腳畫眼鏡呢，畫眼鏡呢，畫得太強，
慢慢的挖。好，慢慢的弯片。好，今仔开始，你都可以伫左片去米天奶，右片米天奶，前面米天奶，后背。可能那边个学做，你去用你的脚，好去米天奶。一方面可训练你的抬腿，好来做运动；一方面来请假，好一举两得哦。好，我学做的地方来加强，挖人看呢。再用力些，好弯片，更加来同动作连贯。弯片，明日来做试下，好边请假边运动，好个个好哦。前面行，后背行。挖人，弯片，今日的动作唔記得了冇？個簡單又好記，用你做步嘅就可以做運動嘅，邊前腳邊運動，耐學做就去愈耐，好好運動，俺哋下次能來了。